嗱喺呢個教授絕對係要香港人道歉，直情係要謝罪添啊！唔淨止道歉咁簡單，直情係謝罪。佢嗰番説話裏邊嚟講咧，即係直情就係一個撕裂一個即係群族，係同中央和諧社會嗰個相違背嘅。香港人素質高嗎？我認為香港是中國各地裏邊素質比較差嘅地方之一。係嘛？同而家個主流嗰個即係呢個即係民意咧，完全係沾唔上邊嘅。所以佢咁講法嚟講咧，係唔代表到我哋個大陸嘅同胞。你諗下，如果話你哋諗下喺大陸裏邊三聚氰胺毒奶粉泛濫成災嘅時候，香港同胞佢就大陸嘅同胞，佢就用腳向香港投票，投咗信任嘅一票，跑嚟香港搶購奶粉。呢個就係對香港嘅誠信體系契約精神裏邊咧，係即係充滿咗信心啊嘛。到現在都是狗，你們不是人。北京大學咧，應該要將呢個咁樣嘅即係墮落文人裏邊咧，就直情要開除，因為北京大學係五四運動嘅發祥地嚟噶嘛，兼蓄包容咧，亦都係北大嘅精神嚟噶嘛。佢竟然而家去鬧香港同胞係香港人係狗咧，根本上同北大嘅嗰個即係精神啊，係一個背叛嚟嘅。香港人很多是狗。直情就係嚟講係一種歧視，係嘛？我覺得已經係其實觸犯咗嗰個即係刑法。其實香港人嚟講，應該係集體去告呢條友裏邊咧誹謗罪先啱，係嘛？